我非常羨慕中海環宇天下嘅業主啊，點解呢？你望下呢一個景啊，直望澳門豪江景同埋澳門塔嘅景觀啊。咁之前4萬幾上車啲業主呢，我都係非常心痛噶。咁依家呢一套99平方嘅3房單位，4開間朝南 ，total 咧都係200個出頭，你就可以攞低啦。同樣嘅豪裝仲要升埋級俾到你啊！到頂嘅天生廚女門同埋呢一排後櫃，亦都係交標 U 型嘅大廚房，島台西門子3件套洗碗機200，冚冧白冷俾晒你，成個戶型係 LDKG 一體化嘅設計啊！你幻想下，每日喺屋企就可以望到咁靚 view， 哇，心情都特別愉快啦！4開間朝南，每個房間同埋客廳都係朝南向，第一間房可以作為一個書房，隔離就係一個公共衛生間啦。咁延伸過嚟咧就係你嘅兒童房啦，主人房套間嘅設計入到嚟 ，total 嘅馬桶啦、衛浴啦同埋洗手盆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全屋嘅大金中央冷氣亦都係獨立控制，連你屋企嘅主人房同樣可以望到咁靚嘅 view。依家200個 total 總價出頭，攞低豪裝3房，感興趣嘅朋友評論區留言3條路，我 send 資料俾到你。